大家好，我係龐茂。2025年嘅12月3號，今日同大家講兩個八字，兩個八字咧都係千億嘅富豪嚟嘅。不過一個係真，一個係假嘅。嗱，我哋將兩個八字拼埋一齊，大家可以睇到佢年干嗰度咧都係梟神，成條月柱同埋日支都係財星，亦即是話呢兩個人咧一生都係想賺好多嘅錢嘅。但佢哋賺錢方法咧係唔同。大家睇下其中一個，佢地支係坐子午卯酉嘅子同埋卯嘅。凡係坐一極嘅地支係特別多嘅咧，就係傾向於同人合作。特別係如果你運到嘅時候，你係將你嘅成就咧係可以倍大嘅。但冇話好壞之分，因為如果嗰個係你忌神咧，亦即係代表你係好容易受到人哋嘅唆擺同埋影響。嗱，相反，另外一個八字唔係。另外一個八字，佢有兩個地支咧，都有個人字。人同艮嘅關係咧，人咧就係甲丙戊啊嘛。咁亦即是話咧，係坐偏財啦、煞啦同埋梟星，一路係傷身嘅。兩個八字咧都係弱嘅，好需要傷身嘅嘢。呢個咧就係佢哋八字最主要拆解嗰個唔同之處。咁講咗咁耐，佢哋兩個係邊個咧？左手邊嗰個即係太子集團嗰個陳志，第二嗰個咧就係李兆基先生，而佢哋兩個咧都係用金水做相食嘅。咁金水相食同木火相食好唔同喎。金水相食嘅人咧傾向咧係用邏輯啦同埋聰明去解決問題，而佢思維咧都係好實際、好策略性嘅呢啲人。咁同埋佢哋兩個連柱最大嘅分別咧，大家可以睇到。陳志嗰個咧係丁火透出嘅，亦即是話佢雖然係支持日主火生土啊嘛，但係一種好快嘅方法。而另外李兆基嗰個咧，成個連柱都係土氣，亦即是話佢嗰個支持咧係比較實在啲，係比較穩紮啲，係比較 constant 一啲嘅。而兩個最大分別咧，我哋而家 focus 翻去陳志嗰個命盤。最大分別咧，話就係陳志嗰個命盤咧嘅年支係坐卯字。嗱，呢個卯字咧係對陳志有決定性嘅影響。好，睇翻陳志嘅八字，佢成條月柱咧都係坐財。大家都知道，如果身弱財重咧，即係富屋窮人。咩叫富屋窮人咧？即係代表你要管理好多錢，但係嗰啲錢唔係你嘅咁解嘅啫。咁大家睇到佢最關鍵咧，反為係年支個卯字，因為子卯就相刑，其實實質係發生咩作用咧？就係成柱財嘅力量過咗俾個子嘅。嗱，個子係個煞星嚟㗎，個煞星即係代表某啲唔知係貴人啦定係衰人，因為煞星咧佢裏邊咧永遠都係包含兩邊人嚟嘅，佢有時係好，有時係壞，睇下你身弱身強同埋個時運點樣走嘅啫。好啦，咁過咗喺個煞星嗰度咧，咁佢係好好喎。你睇到個年干嗰度係個丁，因為下邊坐卯，卯係木啊嘛，木就自然生丁，丁咧就會生土嘅。雖然係隔咗嗰個月柱，但係佢都係想生土嘅。但係丁咧同時咧有個特性咧，就係想合隔離嗰個壬就化成木嘅喎。但係合化唔到嘅，因為係呢個 case， 因為個月令嗰度咧。就唔係坐木，咁我哋講翻個丁同埋壬合化唔到咧，即係話個煞派嗰班人去睇住嗰啲財，但係咧係攞唔到住，呢個就係咁嘅意思。咁我哋進一步咧睇翻陳志嘅大運先。咁睇翻陳志嘅大運，第一處大運咧就係辛亥大運。辛咧即係佢嘅食啦，佢生出嚟陰同陰嗰個五行啦。咁點解我哋成日話身弱咧食傷係比較有啲唔好嘅諗法咧？因為身弱佢本身咧就係個能量唔夠，佢既然能量唔夠，佢產生嘅思維咧並未咧可以好深入嘅，並未可以好全面。咁如果細個通常我哋見到咁樣行食傷咧，佢讀唔到書。跟住嚟個14歲嗰個大運，2000年嗰個大運開始走嗰個咧就係艮戌。艮就係商嚟嘅咯，商即係佢將佢呢個 idea 落實，仲係好堅毅、好果斷咁樣去落實。
佢好肯定，而佢係新約㗎嘛，而佢個 idea 係唔全面，點解可以咁快咧？咁當然係走絕徑咯。跟住佢下邊咧係一個率字，亦即是話咧佢呢個捷徑咧係得到成果，係儲到錢。咁嗰陣時咧，佢係做網吧啊，或者搭一啲伺服器跟翻維基記錄啦嚇。咁呢個係2000年嘅大運。嗱，2011年咧，佢去咗柬埔寨嘅。2010年咧，佢係走一個己酉大運嘅。但係走己酉大運之前咧，其實有2年咧係關鍵年份嚟嘅。第一年就係2008，第二年咧就係2009。2008戊子，2009己丑大運。嗱，佢呢個戊子同己丑咧，除咗個子字咧，都同佢一樣嘅五行，亦即是喺呢兩個雖然係流年嚟嘅。咁呢兩個流年2008、2009呢兩個流年咧，就去收到好大量嘅資金，所以先可以令到佢琴日仲喺廣州打緊機。今日咧就可以喺柬埔寨投資地產。嗱，喺嗰陣時喺柬埔寨投資地產咧，我相信唔係一個純粹嘅商業活動嚟嘅，係一啲要同政府打關係嘅商業活動嚟嘅。好，既然要有人先可以搞得掂咧，我哋大家去睇翻2011辛卯流年，亦即是話去柬埔寨嗰年。嗱，佢當時行緊咧就係己酉大運嘛，咁酉同卯咧就係相沖嘅，亦即是話咧佢當時咧佢嘅貴人咧喺佢背後嗰班人係要有變動，如果唔係你點可以喺柬埔寨落地生根啦？呢個冇可能啊。OK， 咁變動到幾時咧？關鍵年份就係2015乙未流年，乙未流年大家睇翻佢嗰個局。就係話乙未流年咧，就可以同佢自己本身嘅命盤咧，亥卯未咧，成為一個大嘅合化、大嘅木局。天干咧、壬丁咧，亦都可以合到木。月嗰個月咧，即係個流年嘅干咧，亦都係透木，所以成個咧就係殺生囂嘅運。咁殺囂同埋殺印傷身有乜分別咧？啱啱喺李兆基個盤再講深入啲講。咁有咗呢個殺囂大運咧，就無往而不利啦，即刻成立咗，喺當年就成立咗太子集團，因為齊章啦、齊腳啦 ，OK。跟住喺2016至2020咧，佢嘅大運一路順風順水順落去，就成為咗柬埔寨嘅貴賓啦嚇，高級官員嘅顧問咁樣。好啦，走到2020啦，就開始另外一個新嘅大運，就係戊申大運，即係話到而家佢俾人捉咗個大運啦。好啦，大家可以睇下個戊字同埋佢自己本身日主個己字，己本身就係一個深層內斂，做嘢從來都唔想俾人知嘅性格嘅。而如果係陰陽透光係己呢個土呢個 case 咧，佢做嘢嘅方法咧係非常之隱蔽嘅，淨係呢個土嘅五行係咁嘅啫。同時大家睇下呢個大運嘅支就係個辛字，辛字同佢連支嗰個卯字咧係一個暗合嘅金嚟嘅。金即係話對於佢嚟講咧係一個更加隱晦隱蔽，唔想俾人知嘅計劃。而係合個卯字，卯即係嗰個殺星，即係同嗰啲殺星合作啦，係咪？咁亦都個辛咧係同個子咧，亦都會合化做水嘅，即係話成個市咧就係話同個殺星合作，而佢哋管理嘅財富咧係更加大，而呢個財富咧喺地下嘅。好，到李兆基嗰度啦。嗱，李兆基嗰度咧就比較容易睇啲，佢嗰個行運咧就好正路嘅。首先睇佢成個年柱咧都係土辛金夾柱俾到佢能量嘅。咁睇翻佢大運嘅第一柱1932年嗱，當時佢4歲啦，佢就話6歲咧就學做生意，心算好啦，好快咧就打理到個鋪頭頭頭是道嗱。但我睇到呢度咧成柱咧都係個陰木。
本身咧佢已經係富屋窮人啦，亦即是話去頭一處大運咧，佢更加細個咧，喺佢自己角度咧，佢冇乜享樂過嘅。佢冇話係屋企有錢咧，就好多零用錢使，肯定唔係。即係佢伯爺就俾佢一個好嚴格環境訓練佢，所以佢成處咧都係做銀紙，即係錢財嘅管理。而佢伯爺點解咁做咧？因為當時1932年嘅政局應該唔係咁穩定，好快到咗1942年日本投降，佢哋嘅生意咧更加係式微。更加係式微，所以嗱聲咧就俾錢嗱。當時1000蚊港幣即係15萬嘅今日啦，根據維基嗰度演繹啦，15萬港幣咧俾李兆基隻身落嚟香港咧，你話係咪多？今時今日冇話15萬啦，30萬要你另起爐灶都唔係咁容易嘅。嗱，大家睇到個丙嗰度。丙咧就係有人幫佢啦，佢自己咧本身係緊啊嘛，個丙同佢嘅關係咧就係一個煞嘅關係。我哋成日識聽到煞印相生，但係個煞咧喺依度嚟講咧，只能夠生連江嗰個戊字，咁就係變咗煞囂相生。咁點解我哋唔會聽到煞囂相生，成日聽到煞印相生？咁兩者有咩分別嘅咧？其實煞囂相生咧。先講煞印相生啦，煞印相生咧就係陰陽唔同嘅，陰陽唔同當然係有情而生啦。我係無條件俾你，我無條件付出去愛錫你，去俾你去支持你。但係煞囂相生，陰同陰就唔係喎，或者陽同陽就唔係喎，係有條件嘅，有交易嘅。咁所以我哋成日會聽到個囂字咧係好特別嘅。成日會聽到啲師傅解釋個囂字咧係會比較孤獨啲啊，遠離人群啲啊，因為佢哋自細咧，佢哋就知道呢個世界咧係唔會有免費午餐，亦都唔會有無緣無故嘅愛，係咪？所以個囂字咧就會有咁嘅特性。但係煞印相生咧，通常咧。我唔理你叻唔叻仔啦，就係乖仔，肯定即係得人愛錫係一個最重要嘅元素。所以通常會喺一啲機構嘅架構嗰度揾到嗰啲高層咧係煞印相生。我哋好多高官都係煞印相生，但係煞囂相生咧，如果你要照做一個企業家咧，其實煞囂相生係會比較理想啲，因為大家唔使講咁多，因為喺商場裏邊，終極嚟講都係利益兩個字嘅啫。唔係話我愛你，我無條件幫你，呢個冇可能。係煞囂相生，煞囂相生咧更加容易等李兆基咧，或者呢個煞囂相生嘅人咧，第日做事比較乾淨利落，唔使咁多感情包袱。例如佢由新鴻基去咗恆京之後，自立咗恆京之後咧，亦都唔使咁多包袱，亦都可以同翻新鴻基咧有合作、有競爭，係嘛？好，咁繼續講。到咗1952年嗰個大運，天地都係一處火，全部都係煞。喺嗰陣時，喺1958年就識咗郭德勝同埋馮景禧呢兩個佢命中注定嘅貴人。天地一處火啊嘛，係嘛？咁大家可以睇下，由丙辰咧，辰都係佢個喜神嚟㗎啦，辰即係佢個財富啦。到丁巳，丁巳就係支持佢啦。兩柱相生咧，已經行得係好靚㗎啦。跟住到戊午，戊午就係加入戊午，即係1962年嗰個大運啦，就加入咗新鴻基嚇，都係天干係土，下邊有個火煲住佢身住，有人助，有錢財，有錢有人物，一路喺度伸住個金。跟住到咗1972年，成條柱行。都係土運，係個幾味大運嗱，大家可以睇到呢幾處。如果一個常人啊，你淨係行丙辰同埋丁巳咧，你絕對已經係可以有一個中產或者係上層嗰個階梯啊。咁佢再行一處戊午嘅大運，咁啊點計咧？就話由戊午嘅大運咧，佢就唔係由零開始喎，係由一個可能係幾千萬嘅富翁。再點啊？再係幾何，即係再係即係幾何方式咁去增長去，跟住到1972，再一個幾何方式去增咗去，再一處。
跟住到1982啦，到1982啦，直情係成儲金啦，金即係佢自己啦，佢自己其實1982年咧，佢係已經係收成期嘅，成儲金即係再幾何咁 double 落去喎，係嘛？即係2、4、8、16、32、64、128、256、512咁樣落去喎。OK， 跟住1992年嗰處亦都係成儲金，辛酉大運。嗱，大家可以睇到，如果淨係講天地一氣嘅大運咧，都有3處喎。跟住再天地力相生嘅咧，又有3處。呢個就係成就咗千億八字。呢個八字相信應該係真到唔真啲啊！爭在我哋冇時柱啫。咁好啊，咁今日同大家分析咗2個八字，咁佢哋有好大分別。一個咧，佢嘅取向咧就係要走捷徑，比較陰沉啲，就係聯合起一啲串連晒所有嘅貴人。一個咧就係話佢自己嗱，你睇到李兆基嗰個大運，李兆基嘅八字其實好得意。我睇過好多商家嘅大運，商家嘅八字咧，佢哋都好中意同人合作。但係依個八字咧唔係嘅啫，佢所以話佢點解梟星咧？啲人話梟神咧，數口星啊，交際手腕強。數口星就肯定啊，交際手腕強咧，其實係喺佢自己嘅取向。因為如果你係做生意嘅，你唔係要討好人，你要令人得到利益。你係要同人哋同你合作，人哋支持你，只有一個原因就係令佢得到利益。呢個係梟神嗰個重中之重。如果係喜神咯 ，OK， 好啦，咁今日嘅分享咧就係咁多，咁希望大家中意啦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